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因空天公庙武良宫伫个初九的主时，依照古例举办祝古大典，由主任委员王大明加第年的老主陈进益担任主祭官。到场祝寿的还有立委林义锦、市议员林养仪、李定国、甲银行区长张瑞明，以及侪侪信众，依照古例行3季9Q寿大礼。9Q寿、10Q寿、11Q寿、12Q寿，请贵咧吼，请贵咧哈。温庭祝古寿文，用上帝祝古大典。虽然疫情安尼，但是我看今仔日个人潮相当的多。因为今年配合政府的政策这个所以来咱庙方这个祭典每一位咱庙方拢有发口罩。上主要的，当入来咱庙内，咱拢有2台热感应，配合政府的这个疫情防范。永康天公庙武良宫的主委王大明表示，原本春节期间，庙方拢会举办歌唱加写生的比赛、订元宵的活动。不过今年因为配合防疫，大型的活动拢取消，只保留办发财金、点太岁光明灯加祝寿大典。因为到场参与的信众也是袂少，庙方配合防疫，现场嘛来发送喙罨，希望疫情会用赶紧去除，互民众永保安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